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，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一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喂，嘿，好，派出所。我来去啊吼，一家伙拢去秀玲遐啦。嘿，啥？你即摆搁讲啥？哈？安尼哦？好，我随了甲通知吼，拢来啦吼。我来串接，拢接即个电话啦。无进来换一件衫，要来用。有啊。哎呀，你转来了。我派出所打电话来吼，讲找碰红仔啊啦。真的哦？嘿啊。哦，秀玲还佫烦恼找无因老爸咧。哦，即马讲有消息啦。你紧甲秀玲讲，顺续去甲碰红仔带转来。好。免啦，免去啊啦。碰红仔就倒喺路边，都翘起啊，佫去要吵。我只想讲要转来友好你，你煞放我一个人，你叫我以后是要安怎啊？阿爸，你叫我要安怎？你即摆转来吼，你阿爸一定会真欢喜。我看你阿爸吼，最近我若想真开啊，莫搁哭啊！秀玲，我若要讲到无毋对啦，即摆上重要的，是要将美妙好我食咁大汉。阿公甲我讲过，阿母会转来伊的身边，已经欢喜。阿爸。
阿母不好。阿公你的时阵，我无好好养好你，即摆想要养好，嘛无人互我养好啊！妈，你莫搁哭啦！我也会常常欺负阿公阿妈，代替你养好阿公啊。金玉，你真捌代志。小丽，为着囡仔，你要较坚强咧。妈，你莫搁哭啦！阿公已经过身遐尼久啊。你出去。你出去，莫管我。妈，莫叫我妈，我无你这查某囝，叫你出去你无听着。阿爸，你来帮我一个人做你去。假使我若无去台北，就袂发生这一切代志。都是我唔对，请你来原谅我，阿爸。拢是你，假使你若无出息，我一生的做母都袂甲你清惨。拢是你，你出去，我叫你出去，你出去！食食，好去读册啊吼！来食这啦，这阿妈菜好食呢，起来啦。阿妈，我们明天要去远足哎。我知啦，啊，毋是配菜讲，阿母是咩啊？啊，你若该加困一下啦。啊，我早开咧炖咧补都炖啊袂好，我是讲哦，连你炖好时哦，特别来甲你叫，啊，要旁来互你食讲。母，你补食伤多吼嘛唔好呢。我今嘛吼，你也加活动一下，到时较好生啦。迄谁讲的？你安尼哦，叮当来叮当去，啊，毋多若去当着的时吼，安尼就唔好呢。妈，我们明天要去远足，要带好多吃的。我跟玉凤啊，可不可以带苹果？可以啊。带啥物苹果？迄一粒苹果吼，都爱半个月电钱呢。啊，恁安尼一人若一粒的时阵，啊，咱规个月电钱拢去了了，囡仔人免食遐尼好啦。啊，若要去远足吼，迄灶开柑仔炸2粒去就好啦。可是同学们都说好了，大家要一起带苹果啊。对啊。哦，迄囡仔人啊，白贼白惯的。咱这庄仔头有偌济人买迄苹果吼，买会起呀。哎，莫甲你妈妈吵啦，紧去食食，紧食好饱好去读册啊，紧嘞紧嘞。来，吼，上乖吼。啊，是咩？夫去倒一下啦，加休困一下你。啊，连米若补好的时阵吼，啊，我再旁来互你食嘿。你吃完回去上学啊。乖吼。是哦，妈，阿妈都不给我们带苹果。没关系，爸爸一定会买给我们的。买什么给你们啊？老大，你来啦！我跟你讲哦，我们明天要去远足，你应该买吃的给我们的哦。好，都买给你好不好？好，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啊，吃饱送你们上学。
哎，学校到了，爸爸，你一定要买苹果哦。你就知道吃，不会忘记了。其他一块买好不好？好好，时间到，赶快进去吧。谢谢爸爸，爸爸再见。要念书哦。好。冰友，哎呀子，你还行路头累累的，是不是破病啊？不是啦，是我无困好。哦。哎，冰友，我跟你讲，书爱读，身体嘛爱顾哦，你袂使拍歹身体去哦。不是啦，是我阿母逐工伫个哭，佮讲吼我毋是伊个查某囝。哎呀子，我感觉吼我阿母敢若要起笑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要起笑？那安尼呢？你莫艰苦啦。你若讲吼，过生前吼，拢互你妈妈相依为命。即摆你若讲过身啊，你阿母一定足艰苦的，可能一时也无法度接受啦。我来看，你先读者吼。哦。少年，少年，少年。少年，后壁若是有我伫的，看你安尼，一定足毋甘的。朋友还阁细汉，都需要你照顾，你也较坚强嘞。我会支持你啦。阿姨，你叫学校人啊？我唔捌啦。又是你查某囝啦，你哪袂记哩？少年，人死就死啊，日子总是爱过，你一定要面对现实啊！你是伫讲啥？我拢听无啊。阿姨，你下班了对无？那呢，你带我出去佚佗，行？啊，我无换衫，一定就歹对无？哎，你小等一下，我换衫连咪出来哈。哎，这臭卡。阿姨，啊，咱什么时阵要结婚？我结婚的时阵吼，我想要穿白色的新娘衫，啊，搁要办足侪道的哦。阿喜，你最近有去看秀玲无？去看过啊，伊敢若精神有问题咧。是一定的啦，金土无伫的，佮拄着遮尔疼伊的老爸过身，伊哪有法度通忍受？你爱加去甲安慰一下。毋敢安尼哦，伊敢若看他安怎？我嘛袂晓讲，伊敢若精神有问题，敢若毋肯面对现实的。敢有遮严重？有当时啊讲话哦，往牛头斗袂着牛尾。那安尼？少年，阿喜，来，我煮真济吼，你最爱食的菜来，坐，来食饭。
就拢是到中昼啊，都传遐济菜哦。我知影你要来啊，所以我先传互边啊。秀莲，咱较慢咧食，我先传来病院好无？去病院要创啥？啊，我也无破病啊，是毋是你发烧？无啊。哎哟，莫讲安尼济啊，来食饭啊。啊，早起你有传有面药食无？你看，这菜就好食呢。你还会记金土无？今朝有啥人我毋捌伊啊。明仔载我带你来看伊好无？阿喜，你足奇怪呢！你头拄讲面药，啊，即摆搁讲金土，啊，咱拢讲的拢是别人的代志啦。咱紧食饭好无？你煞袂记？金土是恁翁啊，伊种伫笼仔内底。明仔载我带伊看伊，好无？我甲你讲，我就毋捌伊啊，我哪有去看伊啦？好，转来我甲讲吼。是咩？转来。阿姨，派出所打电话来找你呢。安尼，我来回一电话。阿雅姐，我都为恁妈妈转来呢。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？我母叫我甲你讲，伊破病啊啦。破病啊！拄还阁好啊。是啥物病啊？我嘛毋知影，开着吼，你紧去陪伊啊。我来看卖。冰玉，你妈妈是毋是真正破病啊？哦，我要转去啊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秀莲，秀莲啊，阿喜，你毋是破病啊？我骗你的啦！来，小姐，不要开杠，来啦！哎呀，坐啦！阿喜，你讲你会永远照顾我，不管我发生啥代志，你拢会伫我身躯边，对无？迄是较早，若阵即马我嘛毋捌气力不顾啊。只是，已经嫁娶随人啊。谁讲的？我也无参加啦，我无参加，安尼就无准算啊。而且，阮阿爸即摆死啊，也无人爱我，也无人疼我。搁来剩你一个，阿喜，你转来好无？你即马到底有清醒无啦？我知影阮阿爸死啊，你讲我是毋是有清醒？无你哪会讲一寡莫名其妙的话咧？你知影无？你讲这话我自私的，你知影？若是妹知影，毋知偌伤心咧。是咩是啥？哎呀，好啊，你莫每一遍来找我硬妈啦。阿喜，你带我出去佚佗好无？咱会用先去食饭，然后再去看电影，去西餐厅，去游街，好无？行，参照以前共款，行。哎呀，行啊！你失踪啊啦！你先互我换一个衫啊！阿雅姐，我母是毋是去笑啊？伊啥人啊？安尼我先来换衫吼。我无确定的，但是哦，我会带去病院看卖啦。明玉，你一个人伫厝会惊无？阿喜，我衫换好啊，行，咱用伊来去啊。小等下啦，明玉一个人伫厝会惊啦。咱踮厝陪伊好无？伊啥人我毋捌伊啊，你叫伊转去就好啊，行啦。无，咱三个斗阵来啦。伊叫恁斗阵来去创啥？咱莫插伊行啦。阿雅姐，
你找阮阿母去啊，我一个人伫咧厝，不要紧啊。我咧去阮兜佚佗好无？哦，唔免啦，我待在家就好。你紧带阮阿母去佚佗啦。你啊，啰里啰嗦创啥？行啦，咱莫吵，行啦，紧点啦。是咩啊？阿姨还袂转来啊？秀玲太变甲安尼啦，那伊即马是真孝还是假孝嘛唔知。是讲吼，讲起来吼，这秀玲吼，阮也足歹命的啦。啊，若莫吼去嫁阿土啊吼，今仔嘛袂变甲安尼，实在有影有够可怜的，还是讲可怜是可怜啦。啊，伊嘛袂用讲哦，假孝。啊，要来破坏你的家庭啊！